兩架經典嘅 JDM MX5響度同時翻新緊。呢一架第一代 MX5咧問題就少啲，比嗰架第三代咧就容易處理。咁呢架主要就係因為佢發動機唔夠力，因為油脂老化、機械磨損、積碳過多，所以我哋幫佢做呢個發動機大修，幫佢換咗成個大修包同埋活塞。搞完機件咧，我哋而家幫佢做一個內外嘅改色大翻新，幫佢改一個變色龍。呢一部咧就係澳門牌嘅 MX5 第三代，呢架就麻煩啲啦。車主咧就話呢個發動機異響，所以嘅從澳門嗰邊拖過嚟嘅。一拖過嚟之後，我已經幫佢拆咗個發動機㗎啦。我哋拆散個發動機之後，發現咧佢係嗰個竹瓦嘅細杯士乸。呢個配件咧響大陸係比較難揾嘅。咁我哋師傅同車主充分溝通，我哋俾一個零件圖，等車主響日本度買翻嚟，再幫佢做一個發動機大修。如果大家想翻新 JDM 又驚大陸冇零件嘅話，其實唔使擔心嘅。其實可以大家做個互補，咁我哋可以根據你嘅情況俾零件圖你，你可以響日本或者歐洲訂零件翻嚟，我哋幫你施工維修，咁樣整呢，時間又可以慳咗，價錢又可以慳咗。